常韩国瑜上任后积极拼经济，观光局陆续邀来白冰冰、陈文茜等名人行销高雄。现在就连港星任达华也确定将无偿担任高雄医疗观光代言人。今15日，他将和韩国瑜一起出席位于长庚医院举行的医疗观光记者会。63岁影帝任达华眼红《古惑仔》、天水围的夜与雾、岁月神偷、黑等无数电影。说起他和高雄的渊源，先前他拍摄的电影《花样》和《楼下的房客》都在当地取景。综合媒体报道，高市府表示，任达华很喜欢高雄，每年都会特地到高雄打高尔夫球，多年健检也都在高雄进行，还曾介绍艺人舒淇、任贤齐到高雄医疗院所健检。任达华还想到台湾置产，并把高雄宣传给全世界的朋友。这次透过有人牵线，高市府询问任达华是否愿意为高雄行销。据悉，任达华立马答应，项目是医疗行销，他也承诺不收任何报酬。经韩国瑜将和任达华合开医疗观光记者会，任达华随后也将在高雄长庚进行健检，以行动力挺高雄医疗观光行销。高市府新闻局长王浅秋甚至透露，任达华有意在高雄置产，之后将有另一波记者会，任达华将带着多位大明星好友为高雄行销。